来讲一个好消息，到年底，未少上班族拢会期待领奖金，也是加薪。高铁表示讲啊，为2015年到今年有9年，公司有700呢调薪，总共达到2.92%。那针对明年调薪的部分嘛，已经开始咧研究，会提报董事会通过了，会正式对全体员工公告。若是想要找头路的人，号称铁门碗的中华邮政公司，明年会要招1021个人，主要是要补113年底进前预期这个人力退休的亏。今日就开始报名，月俸是为38880块到月俸53480块不等，高中级以上毕业都会当报名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